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各界拢咧呼吁，为着防疫，5日节3天的连假，先莫回乡，莫转去中南部。这个呼吁有效果哦。讲这个台铁甲高铁甲这个国道客运退票的数字，已经达到指挥中心设定的标准以下咯。因为这个台铁甲高铁拢宣布讲，退票的期限会当来延1年，所以到时阵坐车的人数应该会搁较少。 你知道端午节英文叫什么吗 ？Dragon Boat Festival，Yeah。你知道 Dragon Boat 这个字由来什么吗 ？Dragon Boat，Dragon Boat，Dragon Boat，Yeah。Dragon Boat。现在端午节 Dragon Boat。网友科学甲英文爱大家连假卖黑白走，有另外一位同款嘛真有创意。拢是你甲以前世界风霜，恁老爸恁老母今嘛怎咧等？ 改编歌曲《望风甲发声》，爱大家好好踮伫厝内。即马望风当中上唱的是这句：当去看祖先，明年嘛变祖先。往来叔叔阁有蔡阿家，两个人拢分享到网络顶。台南甚至阁有出山的业者直接讲，赶紧转去，互我有机会替你服务。那个端午年假要到了啦，记得不要乱踅啦，今年较委屈的啦。 伫各界呼吁，即几天开始有人咧退票。公路总局的资料显示，自4号到8号，国道客运的票减6000外张，减要6成。台铁、高铁5日节连假分别各剩3万和4万外张票，而且因为退票的期限有1年，可能有袂少民众为着避免群聚的风险，暂时无要退票。实际坐车的人有可能会比卖出去的票搁较少。 车票退起来，大家莫小喊吁呀吁呀，口罩莫转来。影片呼吁的方式真趣味，不过笑煞了，爱记你好好遵守疫情期间的防疫规定。